本中心喺今年度參加咗社會福利署嘅老有所為活動1年計劃。我哋配合今年嘅主題，長幼樂動，共創豐盛，鼓勵跨代共融，同埋推動長者同不同年齡人士互相學習、發揮潛能、服務社區、傳承關愛互助嘅精神。同時都鼓勵活到老、精彩到老嘅生活態度，為我哋嘅社區凝聚力量，創建和諧快樂社區。有見及此，我哋今年就寫咗加添靈活安的專計劃，希望透過社區參與、知識共享、助人自助嘅理念，去發掘、發展一班年輕長者，成為關注區內家居安全同埋認知訓練支援嘅義工隊，希望可以提升長者嘅家居安全意識，並且可以為有需要嘅長者及護老者建立一個認知友善嘅社區。計劃會安排社工及職業治療師招募及培訓年輕長者成為靈活先鋒隊，讓佢哋可以掌握家居環境安全及認知訓練支援服務方面嘅知識，讓義工都可以關注並協助有需要嘅長者，提供檢查、建議、轉介及到戶認知訓練。同時間都希望透過計劃可以為佢哋嘅護老者提供一啲嘅喘息空間。呢個計劃唔單止希望可以有助提升社區嘅安全水平，同時都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嘅長者活到老、學到老、居家安老，亦都希望可以增強年輕長者嘅自信心同埋社會參與感，即使去到退休階段，亦都可以角色轉化，為我哋嘅社會提供生產力，促進整體社區嘅和諧發展。為期半年多嘅加添靈活安德專計劃已經成功招募咗20位年輕長者成為義工，另外亦都有5位係年輕嘅學生及在職人士參與。計劃一共分咗5個階段，義工主要接受咗職業治療師嘅家居安全評估訓練，透過唔同嘅教材工具、模擬考察、角色扮演等去實習為長者進行簡單嘅家居評估時嘅狀況。而義工正式為長者提供到戶服務嘅時候，亦都會為長者填寫家居安全量表，以記錄長者家中嘅狀況並作出轉介支援。另外，義工亦都會接受中心社工嘅認知障礙支援訓練，透過使用唔同嘅桌遊同埋本機構嘅全能全智教材套，可以俾佢哋學習用輕鬆愉快、冇錯誤、不批判嘅態度，去為患有初期認知障礙症嘅長者提供適切嘅認知訓練。同時希望透過探訪，可以慰問長者及護老者，提升彼此嘅自我效能感及正面情緒，減低孤寂感。至於公眾教育方面，喺中心進行唔同形式嘅講座、工作坊、小型嘉年華及互助小組，以提升公眾對家居安全及認知障礙嘅認識，促進大家一齊建立認知友善嘅社區，鼓勵長者居家安老。